政府伫家己太保要成立科学园区，今仔日举办动土仪式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专工落南，透过农业科技、智慧健康、无人机产业，预估会当有5700外的工作机会。来讲到这一年的产值会超过380亿。行政院长陈建仁22日天落南来到嘉义县参加嘉义科学园区的动土典礼。南科管理局伫报告时指出，透过农业科技、智慧健康甲无人机产业的带动，会带来5700个工作机会，年产值有380亿。核定到开始动土一年3个月。即马开始开始动土的时阵我较早拢是动土好，水电拢好，他来进驻厂商，唔是，即马厂商行动土的时阵，就工济入来。安尼的时阵，发展会较紧，时间会较紧有一些厂商有建厂的需求，那一定会先把很多的道路或者需要的一些公设，让它可以建厂，然后能够让整个科学园区完成了以后也可以同步的生产。嘉义县经济发展处表示，嘉义县科学园区88公顷的范围当中，产业用地占40外公顷，内底阁有扣水池、实验中学的建设。目前已经有10外间厂商有签合作协议，要来进驻。后续呢，其实我知道有很多潜在的厂商想要进驻，那也在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程一定的这个程序以后呢，会陆续进驻。有进驻的厂商就表示，进前的工厂伫中部，想要扩大规模索取无所在。嘉义县科学园区就北路南拢真方便，而且当咧发展农业科技、智慧健康甲无人机产业，拢真符合因的需求，所以对嘉义县的科学园区真有信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